讲到嘉义大埔发生地动已经过1个多月啊，即马油源有灾民的有厝是无都登记大。台南市政府即马有打造20尺的货柜厝，逐个月是租金2000块，通依照这灾民的需求，会当设伫咧徛街附近甲田边。市政府也表示讲，透过这多元的安置方式，要让灾民的生活赶紧稳定落来。一套早货车就咧吊车蓝色的货柜厝，准备要让部分的受灾户先住入去。这是台南市政府即阵当咧三个货柜厝安置计划，要让南西红黄单的受灾户暂时有一个大的所在，减轻因的生活困扰，渡过难关。原本伫庙口4、5户的灾民，这段时间拢是大布棚咧过日，初时透早就有人先甲布棚拆落来，欢喜的讲总算有较安定的所在通住。即摆算厝有歹去，即摆未整理，未修理啦。我拢住来暂回，即摆像昨嘛阁有地动啊，即摆会惊啊。所以阮即摆暂时即摆福贵，阮就搬来到福贵大一站啊，就等厝修理好，正迄落正等下厝安尼啦。这个计划即阵当咧开放申请，市府要打造20尺的货柜厝，受灾户若要申请，除了家己爱先找适合的所在，嘛会使依照需求，设伫原本的徛街附近、田边等所在，公所讲后续会校正会勘，确定货车敢有法度载去。另外，货柜厝租金每个月爱纳2000块，若用电问题，公所嘛会进一步甲台电协调，确保灾民的生活无受影响。红黄单户啦，而且伊无申请租金的补贴，简单讲就是讲伊无伫外口租厝。受灾户会让来申请这个货柜屋。中央的租屋补贴上是没有的，所以市府在黄伟哲市长的推动之下，来拟定的计划由市府来协助。那么我们的受灾户只要每个月付2000块就可以。那么承租1年的时间。目前市府并说灾后复原危险建筑物紧急评估已经受理4235件，完成4222件。除了货柜厝的安置，南水分署宿舍嘛有提供申请。拢总34栋，已经有22户住入去啊。有原有空间通申请，市府表示希望透过多元的安置方案，让灾民生活赶紧恢复正常。记者宋台南采访报道。